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大甲镇南宫甲厂商来合作推出着这个妈祖翠庵，看起来真喜气，真有过年的气氛。另外嘛，关出着1万片的翠庵，要互疫情上严重的桃园，希望妈祖保庇桃园渡过难关。 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替妈祖联名的翠庵过香炉，仪式真慎重，要来祈求神明保庇，互台湾赶紧离开肺炎疫情的威胁。过香炉的妈祖翠庵有20外种，真济色水，有喜气的红底，搁加古锥的妈祖。黑色真有贵气的设计，农历过年进前推出，特别有过年的气氛，嘛希望会使增加民众挂翠庵出门的意愿。认证的这个所有的许可证我们才会跟他合作。和庙方合作的厂商嘛，捐1万片医疗级的翠庵，予桃园市府，要帮助桃园地区赶紧渡过困难。预计捐多少数量给桃园的医护？我们目前是预计捐1万片。中华鹿港天后宫嘛推出妈祖平安翠庵，庙方嘛先过香炉祈求平安。这间宝城大帝庙开放予民众摕家己的翠庵来登庙印。 钢印啊，就是平安符的。翠庵登庙印同款有保平安的意思，目的是予民众挂祈福过的翠庵，就拿挂着神明的祝福，伫疫情威胁的时阵嘛有心灵的安慰。